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伟帝哦。OK，那我刚刚上那个陈林官的那个年代向前看，那大家知道，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然后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讲哦，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是在那个很短的节目里面，就是可能把事情讲得很清楚，然后发现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可能直接在脸书讲 ，OK， 因为我觉得文章写是一件事情 ，OK， 那我觉得就是用讲的 ，OK， 可能会比较有信用一些 ，OK， 那我要先自我介绍 ，OK， 所以我在新加坡行医，然后我有超过1年的 COVID 前线的抗疫的经验 ，OK，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事情，我主要诉求对象，当然除了台湾政府之外，我也诉求台湾的医疗的专业人士，特别是医生哦，所以我今天讲的一切呢，都请给台湾的医生朋友参考，所以那如果讲错什么这样之类的，那我也非常希望台湾的医生。就是出来指正，因为我也有可能是错的 ，OK， 可是就我个人的观察 ，OK， 那我觉得对台湾现在的抗疫的现况可以非常担忧 ，OK， 那所以我想透过这一次哦，再把过去2个礼拜的事情，可以把所有的脉络 ，OK， 就是完整的讲清楚 ，OK， 那我要再次强调，我们知道抗疫一定会牵涉政治 ，OK， 说今天我不要谈任何的政治 ，OK， 我是从一个医生的身份 ，OK， 以一个临床医学的身份 ，OK， 来谈今天台湾在抗疫的时候面对的问题哦 ，OK， 那我要先讲的是 ，OK， 那有一些，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OK， 去做一些很学术的研究，可以去得到一个绝对的答案，所以我今天谈的全部是我作为一个前线临床的医生的个人的一个判断 ，OK， 所以那也欢迎就是得到台湾各界的检验 ，OK， 那所以主要谈的是我要谈的第一个我的论点是 ，OK， 最重要的背景是 ，OK， 台湾面对疫情哦，特别是面对 COVID 的变种病毒，可以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最脆弱的 ，OK， 因为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台湾的人口的老化结构是非常严重，我想大概都知道 ，OK， 所以你40岁以上的人口，以新北市的例就是超过半数的 ，OK， 你光是新北加台北，你就有370万的老人 ，OK， 是超过半数的，40岁以上 ，OK， 那台湾在过去的1年多 ，OK， 因为边境的防疫很成功 ，OK， 所以台湾从来没有被 COVID 感染过，大部分的人。OK， 所以台湾大部分的人对 COVID 的病毒 ，OK 是没有抗体的，是完全没有抗体的。然后台湾的 COVID 的疫苗的接种率非常的低 ，OK 只有不到 0.5% 而已。所以台湾有超过 99.5% 的人是完全没有 exposed to COVID before， 完全没有任何的 immunity， 这台湾人第一次。OK， 在全世界1年多之后，第一次遇到这个病毒。可以让我们看，全世界已经出现了3次的那个病毒的高峰了。但第一次是中国武汉outbreak的时候 ，OK， 第二次是南非跟英国变种的时候 ，OK， 最近一次是印度变种的时候 ，OK， 所以虽然有3次的高峰，可全世界的国家，举马来西亚好了 ，OK， 之前都有。expose 过那个病毒，像马来西亚一次每天好像1000例很多天，所以虽然今天好像马来西亚最近突然暴增6000例、7000例，可是那个是在一个你已经有就是社群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有一些人已经康复痊愈有免疫力的情况下，还是这个样子。OK， 那台湾是一个人口比马来西亚更老的国家，然后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病毒的国家。OK， 所以这是第一点哦。然后第二点是，台湾在过去的1年多 ，OK， 因为防疫的成功 ，OK， 台湾的医疗体系 ，OK， 不管是整个体制 ，OK， 还是大部分的前线人员，对 COVID 是完全没有经验 ，OK， 完全没有 exposed to COVID， 不像别的国家，他们面临变种病毒的时候，他们已经抗疫1年多了 ，OK， 所以台湾是完全没有抗疫的经验 ，OK，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2个礼拜 ，OK， 台湾的 OK， 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还是各个单位啦 ，OK 的防疫的表现，跟我们之前的想象有非常大的落差。OK， 在过去的1年，可以是完全的没有准备哦。OK， 不管是在各种量能哦 ，OK， 还是一些临床的指引 ，OK， 还是一些很
医学技术上的东西，就是你在听他们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台湾就是可能出来台面讲话的人，好像还停留在1年前的世界这样子，他们对 COVID 的认知还停留在1年刚刚从武汉爆发出来的时候。OK， 所以不好意思，我今天讲的话可能对一些台湾的专业有一点冒犯 ，OK， 可是我就直接讲 ，OK， 那如果假设事后证明不是我讲的那么糟，OK， 那我很乐意公开道歉，可是我想先讲我诚实的意见，OK， 所以当那个病毒突破第一道防线 ，OK， 你要做边境的守卫很容易 ，OK， 你只要根据 SOP OK， 可当你进入社群过就不是那一回事 ，OK， 当你进入社区过，你就开始吃掉你的台湾的量能了 ，OK， 那我们都知道说，第一个台湾的健保是非常血汗的 ，OK， 所以平常的医护人员就很累了，平常的储备就是不足的 ，OK， 都是在一个算得刚刚好的状态 ，OK， 然后那台湾的医疗体系不是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英国这样子是公卫制的国家 ，OK， 所以台湾的医院是各自为政的 ，OK， 所以政府只是用一个健保把他们套起来 ，OK， 然后可能就是CDC 或者是指挥中心给一个指引而已 ，OK， 所以大部分的医院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做法，然后台湾的医生 ，OK， 我个人理解，大部分 OK 是一直会在一个医院跟一个体系待着，他不是说你会直接在一个中央政府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体制上，然后在各处去轮替 ，OK，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像美国的一个状态，可是美国是很大 ，OK， 然后台湾是很小 ，OK， 那首先的问题是说，当那个病毒进入社区过，我们明显看到台湾的统计数字是失真的，因为台湾的筛检量能不足哦。台湾一天的 PCR， 现在我得到的情报啦 ，OK， 有太多台湾就是可能这些医界相关的人私讯我了 ，OK， 我得到的情报，台湾一天的 PCR 最多只能做2万多到3万件 ，OK， 那就是指挥中心出来讲说。OK， 就是他们每次清什么之类，可能你看你去平均起来，过去5天，他们一天才清掉2万多件通报而已。那陈时中一直讲说不是 PCR 量能的问题 ，OK， 是行政程序的问题。OK， 那我不知道说有什么行政程序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过程拖到累计已经超过5万件了，是台湾2天半的量能，有太多 PCR 堆在那里，根本就做不完，也没有通报了。那已经有台湾的民众就是真的是。有症状而被筛检过，跟家人一起被筛检过的民众跟我说，他5月好像是17号做的 PCR， 他到现在还没有拿到那个结果。OK， 然后他们打去那个热线啊，那个热线每次塞爆，然后不然就是说我们要再查什么，这没有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所以台湾每一天都在校正回归。那个校正回归那个数字已经累积到超过1个礼拜时间，不是一次性啊，超过1个礼拜的时间，他根本清不掉那些做不完的 PCR， 所以等于说你过去1个礼拜至少超过1个礼拜，可能超过至少1个礼拜，你的统计的数字、确诊的数字是不准的哦。OK， 那你的确诊数字不准，你的筛检的数字不准，当然你的阳性率也不准。OK， 那你的采样数也不足，给你做很少。马来西亚的人口比台湾多700万，马来西亚3000万人，马来西亚一天的 PCR 是超过10万剂。OK， 那新加坡的人口比双北加起来少一点。OK， 新加坡一天做的 PCR 最大的量能可以做至少8、9万剂，可台湾一天只能够做2万多剂，所以你光双北爆炸，你光应付双北，你就已经无法负荷了。可那更夸张的是，现在台湾就是你指挥中心，你每天拿出来那个表哦，包括死亡数字。今天我看到指挥中心在记者会有给大家那个死亡就是19例，今天不19例吗 ？OK， 已经又在创新高了。可是更夸张，今天的19例，它的那个列表，竟然只有少数几个是真的今天死亡的。OK， 它的最大延迟可以到21号死亡，它今天才列入。台湾官方公布的数字 ，OK， 21号死亡才列入今天台湾官方公布的数字，所以你连死亡数字你都可以校正回归，所以你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OK， 去知道说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一个星期里面 ，OK， 或者说此时此刻，非常准确的告诉我们，在一个非常小的误差值范围之内，告诉我们台湾到底在过去2个礼拜已经染疫死了多少人。跟你每天出来的那个数字，你都是严重低估，然后每一天修正，每一天修正。然后在过去2个礼拜里面，不管特别是陈时中哦，他还是跟你说那个疫情可以控制，他是跟你说那个 graph 是往下的。可是大家就是用常识想也知道，如果假设你的筛检的量能不足，你这几天你的通报的数都不足，那你的 graph 一定是往下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过了1个礼拜过后，你的那个 graph 才会往上嘛。OK， 那你陈时中讲了那么多天，17号是高峰 ，OK， 其他 OK， 包括柯文哲一度也很相信说 ，OK， 经过了2个礼拜就会看到这个3级警戒的效果了。OK， 那今天已经28号了，已经2个礼拜了，可你看到那个数字完全没有往下，那个数字还是一直往上，而且这个是在筛检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你筛检量能不足，你做的东西不够，你连民众他要去筛检的地方，他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去 ，OK， 可能要拿号码牌什么之类的 ，OK， 他也不一定能够筛到，筛到不一定能够结果，那你的采样本身都有问题，那你这些东西你基本功没有做好，我不能够理解是有谁那么神，可以用任何的模型或者是算术去算出你的传染力跟你的值。那指挥中心跟我们讲说 ，OK， 那你的英国的今天是英国的变种病毒吗 ？OK， 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是，可是那在印度大爆发情况下，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继续去做基因排列 ，OK， 就是说那是不是只是英国而已，还是仅仅只有印度的变种了？如果英国的变种比武汉当初最先的病毒传播力高了50%，如果假如是印度的变种的话，它又在比英国的传播力再更高50%哦。所以那个传播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这2件事情，第一个，在传播力这么高的情况之下，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除了你不出门之外。OK， 因为你从前你可能你在武汉病毒的时候，你戴个口罩，你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你可能 OK。可是你传播速度很高的时候，你戴口罩，然后这样有些人也是可能没戴好，有些人也还不是戴 surgical mask， 他还是戴可能一般的布的。OK， 那你可能你又去菜市场买菜什么之类，你的感染的那个风险非常非常高哦。那如果我们OK， 就是目前科学的证据显示哦，目前科学证据显示，实际情况我们不懂，可目前有的证据是说，英国跟印度的变种病毒的重症率其实没有比就是原本的高 ，OK， 可这个是西方的研究。OK， 那这里有2个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是西方是这个样子哦，可是我们知道你能够口鼻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OK 的话，你基本上你是2件事情，一个是就是基本上你是因为你的免疫的反应造成 ，OK， 所以免疫的反应造成2件事情 ，OK， 第一个是你的肺部严重的肺炎 ，OK， 然后你的呼吸衰竭 ，OK， 第二个是因为你全身的炎症的反应，所以你得到血栓的那个机会很高 ，OK， 所以台湾现在一直看到就是年轻人猝死的例子，之前可能没有，可现在你看到猝死的例子，已经死了2个20多岁的人，一个30多岁的人了 ，OK， 至少我们还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多少人哦 ，OK， 那你就算那很多人都会，所以那你今天 OK， 今天当那个记者去问，就是指挥中心 ，OK， 我可能除了陈松之外，我可能尽量不要点名了，因为大家都是一届的同辈，我知道他们也很辛苦。OK， 我只是就事论事。当你去问说，就是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猝死的时候，那他的回答竟然会说，哦，那我们可能要先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够知道。可我的理解，可能他要保守，他可能要做病理解剖什么之类的。对，可是你已经有3个案例了，你总要有一个时辰吧。OK， 你总要有一个时辰吧，说你到底这个调查结果，那你假设你参考别的国家例子，你有可能就是血栓啊，你可能就是血栓啊。OK， 那你如果假设参考别的国家的数据的话 ，OK， 40几岁啊 ，OK， 1000人里面应该只有 OK， 不说应该 OK， 这样讲可能不知道，可是1000个里面会有1个人死亡
平均的风险是这样。所以我们虽然说所以999个人都会痊愈，可是你还是可能会有1个人死亡。OK， 而当你的那个分母拉得很大的时候，我跟我讲的是数以万计的时候，那你当然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死亡的这个年轻死亡的案例出现。可是当有这几例的时候，那你要去晓得是不是实际在社区里面感染还没有被抓出来的人，是比我们今天想象中还要高很多的呢 ？OK， 那如果假设群体感染的话，那我们知道40岁是1/1000。OK， 死亡率那可能50岁就是可能2%到3%。OK， 那再上去就更高了，可以就超过1%了。OK， 那到老人家死亡几率非常高。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算得出说，到底台湾有多少老年人在双北嘛？那如果假设变成这个样子，继续放任这个样子，就是病毒继续传播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算得出最坏情况的死亡人数的。那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特别是台湾的这个医疗已经爆了。OK， 那我才谈这个。我们台湾筛检台湾那个病毒的本身。那我们讲一下那个轻症隔离的东西。OK， 所以虽然我们一直讲说 ，COVID 的患者 ，OK， 就是特别是年轻的人 ，OK， 他不需要任何的治疗，真的是这样，大部分人不需要任何的治疗。OK， 他2个礼拜的时间，可能3个礼拜的时间，他自己就会痊愈，他自己就会痊愈，不需要任何治疗就痊愈。可是你还是要考虑到说，他的情况可能急速的恶化，他可能2天3天之内可能并发肺炎，可能血栓什么之类，可能任何的并发症，他情况可能急速的恶化。那这些人，他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医疗照护 ，OK， 就是说，当他知道他出状况的时候，医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他 ，OK， 将他带到医院去 ，OK，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做法。所以轻症要放在家也不是不可以，可你一定要有一个某个方式，他们可以求救的方式。如果假设说你连你的热线都很难打，那如果你连你的救护车可能要等个4-5个小时才能来，就不是有一个例子嘛？好像救护车还是消防车什么之类，还等了4-5个小时，所以他可能半夜1点2点不舒服，他可能要很久才到医院，然后12点就死亡了。所以那个事情的发生是很快，所以当你整个系统没有这些旁边的配套措施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你把这些确诊虽然说是轻症啊，放在社区，放在防疫旅馆是很危险的。OK， 然后所谓的有医疗照护的集中检疫所呢，也还是有死亡的案例，还是没有很成功的转出去哦。OK， 那集中检疫所的情况也很可怕，就是有台湾的医生自己也有出来写了。OK， 那我就不多说，我在我的脸书有分享，给大家请尽量去多看台湾前线医生的分享。OK， 因为那些都是最真实的 ，OK， 不可能是编造的 ，OK， 也不会是你有这么多 OK 用真的名字 OK 出来讲实话的台湾的医生，不可能会是假新闻 ，OK， 那你假设你的现场的医生看到他需要处理的病人 ，OK， 就是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更严重。那他又没有任何的器材，他又没有护士帮他，他又没有什么药，他可能只有很简单，就是他可能就一个人可能要看，可能说几十个人，然后只有可能3支氧气筒待命。那这个你觉得这个医生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医生能够做的很有限嘛 ？OK， 那而且他可能是第一次，这可能是他人生第一次哦，面对这么多COVID患者 ，OK， 所以就是当我们知道医生临床经验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去年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去照顾COVID病的时候，我们有一整个很完整的团队 ，OK， 很好的储备，大家知道干嘛，而且还有该来，我们都怕的，所以我真的是心疼台湾前线的医护人员啊，真的。OK， 那你的集中检疫所是这样 ，OK， 所以你塞了很多高风险的人，所以理论上来说，集中检疫所、防疫旅馆，你要放低风险的人而已。OK， 所以比方说 ，OK， 所以比方说 ，OK， 不好意思，不要问我其他的问题哦 ，OK， 因为我今天专心讲完台湾我就算了 ，OK， 所以比方说
你可以，所以sorry， 给我喘一下。OK， 所以比方说，假设你要轻症的病人风险低，意思是说，比方说35岁以下，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 ，OK， 风险很低 ，OK， 你放在防疫旅馆 ，OK， 或者是集中检疫所 ，OK， 有医生24小时待命，或者放在家也可以啦 ，OK， 可是那有什么事情，他打电话 ，OK， 或者是有透过某种方式通报，给医生10分钟、15分钟内赶到现场 ，OK， 所以这样 OK。可是假设你是风险，可我们看到现在不是台湾的那些轻症旅馆，所谓的轻症的什么，就是集检所，集中检疫所，他放的是60多岁、50多岁有慢性病的病人。OK， 这些人的风险是超高的 ，OK， 他随时有可能在2天内、3天内急速的恶化。那你一个医生，你要去看这么多人，你根本不知道有哪一个病人会急速恶化，好不好 ？OK， 所以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的那个监控的方式嘛。OK， 所以那你当你的轻症的治疗是有问题的时候，人民是对你没有信心的。人民对你没有信心，人民就会跑去你的急诊，就会努力的想要住进医院里面，虽然他其实是不需要。所以现在台湾不是很多医生出来抱怨吗？很多那些好像已经要康复 ，OK， 轻症 ，OK， 而且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啦，大部分还是就年轻人来说，大部分还是这样 ，OK， 他们其实不需要住在医院里的，可他们可能因为恐惧，他们不想要出院。假设你想看，我今天假设你人生你现在今天是台湾人了，今天你是我的年纪好了 ，OK， 你被确诊 COVID， 你去过万华，或者你不知道干嘛，你确诊 COVID， 你30多岁，你今天你躺到台大的医院 ，OK， 你今天10天过去了 ，OK， 医生朋友台大跑来叫你说你有可能你回家，然后你今天打开联合报一看，36岁确诊隔日死在家里，有谁敢回家？想一下病人的心理嘛。OK， 我们是医生，我们可能知道说风险是很低的 ，OK， 把他回家没问题这样子。我们是医生，我们可以这样想啊，可病人不会这样想啊。那他们当然是千方百计的不要回家，因为人都是会恐惧嘛，这就是人性嘛。所以那你就有更多的人就是塞爆你的那个重症的资源嘛，就是你的医院的病床跟你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 secondary care 嘛，因为你没有办法降级到 primary care。所以我在这讲说，台湾其实最需要至少就3件事情。第一个 lockdown， OK， 就尽可能的 lockdown， 可以拿出你台湾所有可以的财政储备 ，OK， 拿出台湾所有可能的财政储备，来一次全岛的 full lockdown。如果可以的话，6个礼拜 ，OK， 2个月更好。可不然你一直这样子，你现在你这2个礼拜，很多人已经不能够上班了，也很多人已经被感染了，很多人已经被隔离了。其实你经济已经开始受创了，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防疫效果，你的病毒还是在你的社区里烧，出去玩的人还是出去玩，你浪费了2个礼拜的时间，没有第一个你看你现在看2个礼拜时间，有几百个、几千个病毒在社区里，一传3好了啦，我随便你算，过了2个礼拜就已经多少人了？你浪费了2个礼拜的时间，知道吗 ？OK， 所以你看你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你有附龙到，你至少让全部的人，可以至少你让这些，或者说指挥中心也好，任何人啦，不用去想说到底我的传染系数是多少或什么之类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尽到你最大的努力会降那个传染系数了。OK， 马来西亚这国家因为没有钱，他没有这个选择。台湾才刚刚开始，台湾之前经济不太好，台湾还有钱嘛？你去找一些专业 ，OK， 去做一些财政的预算，去看说到底台湾还能够拿出多少紧急储备金 ，OK， 还能够做full lockdown多少天，还能够在短期之内扩张多少医疗能源？你没有 lockdown啊，你的病毒的那个感染跟人生病的那个人数，永远都远远快过你的医疗扩能的速度。而且现在我们还在讲双北而已，等到你传到中南部，等你传到偏向，然后双北还没有烧完的时候，你不是国将不国了吗？
你整个体制就崩溃，根本没有人会听你讲什么。到那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动用任何东西。那难道你要等到那个时候死了很多人，然后国家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信任了，你才要 lockdown 吗？你才要full lockdown吗？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吗？而且我们都知道台湾不是正常国家 ，OK，let's be frank， 台湾不是一个像英国这样子，跟美国这样子，你佛系抗议 ，OK， 也不会有人占领他们的国家 ，OK， 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变数要考虑的 ，OK。所以不管是对其他东西有意见都好 ，OK， 先讨论一件事情就好了，是不是能够马上full lockdown？是不是能够马上full lockdown？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了。可以先，你知道，你至少你先full lockdown，你才来讨论后面的事情嘛。你先挡住病毒，你再谈疫苗，再谈那些都太不重要了，因为那个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你先解决你今天每一个小时都在死人的危机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讨论的问题是你要不要 lockdown？ 如果你不要 lockdown 的话，那你就诚实跟人民说，台湾是不会 lockdown的。可以，那请就是40岁以上的人自己保重啊。可以，当然这也是一个做法啊，我也尊重这个做法。可是你先诚实面对这个问题 ，OK？ 你先对台湾人民诚实面对这个问题，你要不要 lockdown？OK， 这是第一个问题 ，OK。那第二件事情是讲过很多次 ，OK？ 你找一些巨蛋，可以找一些展览馆，可以合适的地方，任何你觉得合适的地点 ，OK， 去盖你的大型的集中检疫所，最好有几千床 ，OK。所以，然后呢，你把你觉得风险比较低的病人全部放进去，你先让你自己有一个周转的空间，不然你的这里床位全部卡在一起，床位都爆满，你都没有周转，你怎么去做分流？所以你需要先有一个，你要先有一个底嘛，先有一个 base， 对不对？去接那些可以从那个重症抽出来的人嘛。因为你要 discharge 回家很困难嘛。虽然现在指挥中心给了一个 discharge criteria， 可实际执行的医生很困难嘛。就病人不要走，你让你赶他出去吗？你赶他出去吗？对不对？所以你先有一个大型的 ，OK， 你一个大型的。新加坡1个礼拜的时间就盖得出来了 ，OK， 我建议台湾要也是可以吗？你可以用国防部帮忙什么之类的 ，OK， 所以你用1个礼拜的时间盖一些大型集中检疫所出来，收治全部的轻症病患，然后你在这个医疗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你把全部生病的人放在一起，用医生看着，比他们各自放在自己的房间或者防疫旅馆有问题的时候找不到人来的安全。OK， 那你假设你有集中的病人 ，OK， 然后大家可以 monitor， 那就可以有一些分流跟一些就是 KPI 跟一些 SOP， 大家可以去追嘛。比方说你要 OK 血氧要检测几次，可以什么样的条件的人是可以在集中检疫所的，什么样的条件的人 OK 是可以去医院的。你现在轻症重症很模糊嘛。而且假设每个医院的做法可能不，我得到的资讯都是很混乱的，从不同的医院会讲不同的事情。OK， 所以你先有一个，你先建立一个，我觉得可能台湾的情况至少要上万张船了。OK， 你先建立一个能够抓住轻症、能够监控轻症病人的一个所在。OK， 来去释放你的重症医疗的那个量能。OK， 然后一直有人那边说。COVID 病人不能够放在一起，会交叉感染。OK， 这个我真的不明白。OK，COVID 你感染了过后，绝大多数的人会有免疫力的。可以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非常少部分会重复感染。大部分的人感染了以后，至少会有6个月的免疫力，因为 COVID 还很新，我们不知道真正会多久。可大部分人感染以后，至少会有6个月的免疫力。OK， 至少会有6个月的免疫力。OK， 所以他们不会有交叉感染的问题。而且你看，你现在你的医院也是塞爆，你是必须要放弃1人1间的政策啦。那请问一下，2人1间跟20个人1间，不是，而且20个人不是1间，它还是有隔间的，它只在同一个展览馆而已。请问是有什么不同 ？OK， 巴西有过同样 OK 就同时感染，就是2种 COVID 变种病毒的例子 ，OK， 可是 OK， 因为案例很少啦，可目前的
evidence 是说，其实是没有对那个病情的 severity 有影响的。OK，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做，然后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OK， 就是把你全部的，就是轻症的病患 ，OK， 甚至没有症状的病患 ，OK， 就是抓进你的，从你的社区里抓出来 ，OK， 放进一个你可以保护他们的地方 ，OK， 那不是像什么方舱医院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词也被台湾一些人污名化了，就是说你就是不理他们，你就是让他们有免疫的活动，不是这样，你是要把保护他们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你去 monitor 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任何有问题的你担心的 ，OK， 你就 escalate，OK， 你就升级到你的医院，OK， 那你的医院 OK 不行的，你觉得就是这个病人就是OK 很好了，所以讲说你的医院你觉得这个病人痊愈了没问题了。他只可能需要观察多点时间，比方说可能过了前面10天之外 ，OK， 那你就降级到你的轻症 ，OK， 然后我要再讲几个重要的临床的观念哦。第一个，我觉得台湾在讲很多事情哦，就是他有的东西没有讲清楚 ，OK， 比方说他们在讲说快筛阳性，跟今天指挥中心又出来讲这个事情 ，OK。搞清就简单讲几个重点就好了啦。第一个是你的试剂是不应该有这么多伪阳的，可以快筛抗原快筛的试剂应该是很多伪阴，可是很少伪阳，全世界都是这样。我跟你讲，我在新加坡没有看过一个抗原快筛是 positive， 然后 PCR 是 negative 的啦。OK， 我在报纸上面看过而已。OK， 可能有，可是很少。所以你现在用那个快筛试剂是有问题的。OK， 那我得到了，不知道台湾的网友给我反馈是台湾其实有更好的厂商。OK， 你有更好的厂商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总之你们去弄清楚那个 sensitivity 跟 specificity 的问题，好不好？理论上快筛试剂应该要 99%，if not 100% specificity。OK， 那你的 sensitivity 你最高也大概 80% 左右而已啦。就是你会有10个人 PCR 阳性，你只有8个人是快筛同时也阳性的，我们叫双阳。OK， 快筛 PCR 双阳。所以快筛 PCR 双阳理论上来说 ，OK， 而且我们还在讲哦，我们很多变种病毒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哦 ，OK， 因为都还很新，印度爆发才不过1个多月的时间而已。OK， 我们都是在根据我们一年多来的理解 ，OK， 你的抗原快筛跟 PCR 阳性 ，OK， 所以理论上来说 ，OK 是传染力是比那个快筛阴性 ，OK 跟快筛阴性，可是 PCR 阳性来得高，所以你先把这些人抓出来 ，OK， 不管是你要隔离他还是你要怎样，可以先不让他传染别人，这个做法是对的。OK， 那当我知道台湾现在有量能的问题 ，OK， 所以理论上来说，每个快筛抗原理论上要 match 一个 PCR， 就你做快筛的同时，你也要做 PCR。可是明显台湾现在有量能的问题，就比如说你的 PCR， 你的快筛做得很快，因为快筛就是简单去买一个试剂嘛，你可能一次买个几万个什么之类，一个 kit 而已嘛，好像人家验孕就是那些就女生验怀孕那种 ，OK， 然后你去抽血，不是抽血 ，sorry， 给你去 test 你的那个鼻子，放进去15分钟半个小时你就知道结果，所以很容易做 ，OK， 那你的 PCR 以台湾的情况可以拖很久，理论上别的国家是通常一般是1-2天1天，OK， 可台湾情况下拖很久。OK， 原本讲是3天，他们现在讲他们把那个guideline延长到5天，可实际情况有拖了超过这个天数的也有，所以你会有20%的人 ，OK， 你几乎你知道了，你会有20%的人是快筛阴性，然后可能在1个礼拜之后 PCR 阳性，可是被你放回到了那个社区里面的，因为他一开始他是快筛阴性，你没有确诊他。除非你怀疑他是肺炎，不然你怎么让他住院，对不对？所以你没有确诊他嘛 ，OK， 你没有确诊他，你就放他回你的那个
你就放回你的社区了。OK， 然后呢，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COVID 特别是 COVID 变种病毒，传染力不代表临床的严重性。OK， 这个我马来西亚的医生朋友也有跟我 feedback， 因为马来西亚最近重症超多了，所以我有非常多，因为讲一下新加坡重症其实没有那么多。OK， 马来西亚最近重症超多，所以我有超多的关于就是重症的临床的参考，可以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医生朋友。OK， 你看到很多人 ，OK， 他可能 CT 值很高，30多 ，OK， 可是他是你去拍他的 X 光，还是有严重肺炎的 ，OK， 可是你知道一开始你有严重肺炎，你可能你 X 光已经很恐怖了，你不一定有很严重的症状，你临床上不一定有很严重的症状，也不一定代表你用听诊器听得出来，没有那么神 ，OK。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很危险的。而这一点，今天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张尚存自己也承认了嘛 ？OK， 他自己也承认说 ，OK， 传染力跟你的那个临床的那个严重性是脱钩的。OK， 所以你其实你放了很多高风险的人回到你的那个社区里面。好，你还有再考虑一点，可以根据外国研究，假设那个确诊者不是自己一个人住的话，他是跟他的家人一起住的话，他传染给他家人，就算你做到完美，他传给他家人的机会是30%。所以，请问你这些人隔离放在家里，不是有什么助理，然后何志伟助理还是什么之类吗？不是？好像有接触过他的父母还是什么之类的吗？我知道后来这样去了防疫旅馆这样，可是在那之前他已经接触他的父母了，他的父母什么都是有可能，都是有可能被感染的啊。OK， 那你现在台湾的医疗量能要处理 ，OK， 就是所谓的疑似病患，就是可能是做了检测不知道结果，跟处理确诊病患。已经肯定知道结果了，你的医疗量能都爆炸，你哪里有那个能力去框那些？你当然可以框他们隔离，可是你哪有能力去再帮他们做就是进一步的 PCR 检测？所以明显你的这个情况是，就是你的这个情况是很失衡的嘛。OK， 所以讲完了筛检，讲完轻症 ，OK， 讲重症 ，OK。所以我诚实的 declare， 我其实没有在 COVID 的重症啊，我一直都在前线 ，OK， 所以我只是用一些简单的道理来讲，可以理论上来说，你应该要找几个医院，可以专门看 COVID 病患而已，或至少是感染科专业的医院 ，OK， 就那个医院没有别的东西，它就是专门看 COVID 而已。如果之前没有，你现在用最快的速度把里面全部的病人清空转走 ，OK， 空几个出来。我诚实说，我不知道台湾实际的操作面的情况 ，OK， 可是中央政府总是有办法的吧？给你去空几个医院出来 ，OK， 然后你这些医院不收任何其他的病人，就是收 COVID 而已。你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你会让你的 infection control 容易很多，你不用去面担心 COVID 的病人会感染到没有 COVID 的病人之类，你已经多少个被传染的案例了。其实今天不是已经有那个，就是什么骨科80多岁，然后就他明明不是 COVID 躺在里面，然后被验出有 COVID 的吗？那你每个有这样案例，那你又再去做院内普筛，那不是浪费你的资源吗？对不对？所以你去找几个你可以的话。找几个可以的话，你找几个专收就是 COVID 的病人的，其他的那些医院你当做就是资源就好。OK， 新加坡有这样的医院嘛 ？OK， 就是 NCID 嘛，对不对？就国家传染病中心啦。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医院啊，苏埃部落嘛，对不对？所以这些抗疫的经验都是可以参考的。那你有这个医院的好处是什么？也就是当人民就比如说，就是不管是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你很慌的时候，比方说你救护车不知道送哪里，还是有些 case 真的太复杂了
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一般医生不能处理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你就是要送这几个医院嘛，它就是你的 tertiary care 嘛，你要把你的 secondary care 跟你的 tertiary care 分出来。OK， 所以那你的 tertiary care 知道了 ，OK， 你的 tertiary care 大家知道了，那大家就心比较安嘛，因为它是你的后盾嘛，所以你有一个很大的 primary care， 你的集中的检疫所去接你的那个 secondary care 的病患，那你有一个 tertiary care， 大家知道说最复杂的病例要送去哪里，或者说就是比较重症，或者是一时找不到床什么之类的各种原因，你知道送去哪里？现在情况就是说，大家期望为什么台大院长出来讲话？因为大家期望台大做那个 tertiary care 嘛，那台大一没有这个准备，二没有那个量能，他当然只能出来喊话说：“我们就是要垮了，不要再送我们了，考虑一下其他的医院嘛，不然还能怎么办？”所以其实台大的事件的反应就是说，你现在其实你的系统上是有对 tertiary care 的需要，而你的系统没有办法 match 到的。所以你要找一个就是能够，你说你要找一个能够有这个功能的单位或组织啊，不管是任何，不管是台大，我不知道，你总是要去想这个事情啊。那你有了这些医院它也会有比较准确的统计数据，那你得出来的任何的参考的那个数据，一比较快，二比较真嘛，对不对？因为你的医院都收 COVID 病人你现场采样，现场去做任何你要做的学术的研究 ，OK， 那你现场得到那个数字，一定是比你现在就是等你的各个医院去报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卫生局报给你来的真嘛？那你在防疫上就可以比较有效率。OK， 然后最后一点，我只讲一点点而已。OK， 然后讲疫苗就是拜托 ，OK， 不要再吵疫苗的问题了。OK， 疫苗不能够解决台湾现在的危机。OK， 因为你参考世界各国的例子，你最快你要达到施打疫苗的最快速率，就算你的货很够啦，讲一下货永远都是不够的，每个讲说几月会来，其实没有一个是有把握的。OK， 因为有很多变数，又牵扯到国际政治什么。就算你不用去担心货，你观察其他国家的例子 ，OK， 因为你打疫苗也不是说为你吃 Panadol 什么之类的 ，OK， 你也要解释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要就是观察他们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可它还是有一个医疗行政的一个过程，有什么副作用过你要怎么处理，还是有一个医疗的过程嘛，它也是个医疗行为嘛，可它不是好像为人民吃 Panadol 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观察各国的例子。最快达到就是最快的施打的速率，新加坡也好了，马来西亚也罢了，西方国家英美都好，一般至少都要3个月的时间了。OK， 因为你需要训练嘛，你的前线的医护的人员对这个疫苗的认识，然后你总要打看嘛，看一下怎样。OK， 然后你总要就是一些后勤啊、冷链啊，然后可能你要找更多的地点啊什么之类的，比如。就算你不要盖新的，你要指定哪一些，他们可以去哪里打什么之类的 ，OK， 所以那你就算你说你真的台湾超有效率了，给你1200万来算好了 ，OK， 1200万大概超过一半了，每人1剂的话 ，OK 是够 ，OK， 我们就算你，我还不要，我们就算你，他说多少？8月底到货对，8月底到货。OK， 那你总要有9月的时间把8月的货打完吧 ？OK， 所以你到9月的时间打完这1200万剂 ，OK， 你还要再加2个礼拜哦，所以最后打的还要再2个礼拜才会有那个免疫的效果嘛。所以我们在讲大概就是像你可以达到像现在英国还是美国这样，就是哎呀我确诊没关系，反正也不会是重症 ，OK， 所以不用戴口罩 ，happy 的那个状态。你至少我们算的很乐观，非常乐观，你至少都要3个半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在那边争论节目对手在吵来吵去的，在吵你3个半月过后的事情。但我可以理解啦，你要 secure 这个疫苗，你要否政治的因素，你要稳定民心，因为这道理一般的民众不懂，这个很重要，我都可以理解。
，OK 都可以理解。可是问题是，这个是3个，就在防疫的角度来说，它只会解决你最快都是3个月后的问题。OK， 我知道一般的人民会去想说啊，太危险嘛，我可以理解啊，马来西亚就是啊，哇，政府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妈一天7000多例 ，OK， 那我至少我不能够靠政府，我靠我自己吧 ，OK， 那我就是去努力的去弄到一支疫苗，打一支 AZ 都好。就感觉比较安全，比较心安嘛。我完全可以理解，像我也是很担心我的家人啊。OK， 那当他们打了疫苗过，他们就心安，我就比较放心了。OK， 就是说啊，至少就是风险低很多。OK， 所以这个都是人性，大家都可以理解。OK， 可是你从群体防疫，你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只会解决你3个月后的问题。它不会解决你现在的危机，除非你真的超级有把握，真的不知道那个指挥中心是怎么算的，跟着你真的觉得你现在的那个各种模型的那个算法是没有问题的。台湾其实实际上一天就是那个500例而已，很快我们就扑灭了，下个礼拜就300例，2个礼拜后就每天100例。除非你真的是有这种信心啊，我是不知道哪来的信心，真有这种信心 ，OK， 那你可能可以忽略我的意见。OK， 如果你假设你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在每一天这样加上去，病毒越扩越快 ，OK， 可能下一步就是台中爆发，下一步就是高雄爆发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而且你要考虑到说，你这种半开不关的方式，人民会疲劳的嘛。他可以听你的蔡英文的话 ，OK， 在周末在家，你看他把自己关2个礼拜，大家都是人，大家可以关多久？你没有政府很强力的要求，可以让大家知道疫情的严重性，大家哪里会待在家里？他听你指挥官讲，他都觉得好像还好啊。那我去台东玩一下，住个民宿也不为过吧？对，那很多人有生活上面的压力啊，对不对？你都没有讲得很严重，那我还是要生意啊，不然我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它的财政预备可能只有3个月而已，过就可能就发不出薪水，还是就有财政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就让人民知道说这个是很严重的危机 ，OK？ 你宁可讲过头，你也不要讲太少 ，OK？ 你就是让人民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危机。OK， 不过没有关系，可以台湾人一起加油，可以一起度过这个事情。OK， 那我们的计划是怎样 ？OK， 就我们请大家待在家6个礼拜，这6个礼拜之内我们会完成什么事情 ？A B C D E，OK， 那我们保证我们会照顾台湾人民的安全。OK， 你要就是至少释放出这样的讯息嘛？那你那么努力去抓疫苗，你不就是为了让台湾人民有这个安全感吗？可是你真正让台湾人民有安全的事情，你却不做 ，OK， 我真的非常抱歉，就是我今天有点激动，然后声音沙哑，还是我得罪了谁 ？OK， 那有人看了安怒脸，什么也没有关系，那就是我个人的意见 ，OK， 那就请台湾不管是政府高层还是医疗专业、媒体、公众。OK， 就给大家参考。那我希望就是台湾的相关的专业可以会有更细腻的讨论。OK， 那最后还是台湾自己的决策。OK， 好不好？那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